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藏语文的这个上加字。好，那么上加字的话有几个呢？上加字总共有3个。对，是3个，对吧？好，也就是然过、啷过、三过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上加字的话，用藏文来说的话是国吉，对吧？国是头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加在鸡字上面的字叫做上加字，对吧？然过、啷过、三过。那么我想问一下，能加这个然过的话有多少？能加然过的鸡字呢？有12个。有12个，对吧？好的。那么第2个是啷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啷过能加啷过的话有多少个字呢？有10个字。有10个字。那么再看一下第3个三过，对吧？萨能加萨的有几个呢？有11个。好的，11个。那么我们这个加这个上加字读的时候怎么读？其实我们这个上节课已经说过了，对吧？好，藏文的话读的时候有2个读法，一个是拼读，一个是直读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现在在学这个基础的时候，一般都是这个拼读，也就是角落，对。我们现在这个基础学好了，那么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读下来，也就是直读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，它有一些发音的变化，这个怎么变化呢？首先，这5个字，卡恰塔帕擦，卡恰塔帕擦。对，卡恰塔帕擦的话，它如果加上这个上加字之后呢，它的这个音的话是原来的送气变为不送气。那么我们试一下，就比如说这个卡，卡的话，如果加上这个上加字的话，怎么变？嘎嘎嘎嘎，拉嘎大嘎，拉嘎大嘎。我们先拼读，拉嘎大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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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萨嘎大嘎，萨嘎大嘎。对。那么再看一下第2个的话是掐，掐。那么掐加上这个上加字的话，变成这个不送气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好，拉加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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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3个是他，他如果加上这个上加字的话，好，变为这个不送气，一起读一下，拉达大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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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萨达大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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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这样拼读得特别顺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读哒卡嘎加哒，对吧？那么第4个是他，对吧？他的话他的音就变了，巴巴，拉巴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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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萨巴大巴，萨巴大巴。那么再看一下最后一个，是擦，对吧？好，如果擦加上一个上加字的话，它的音变为不送气。好，一起读一下，扎扎大扎，扎扎大扎，扎扎扎扎。好，那么卡恰塔巴擦的话，一定要记住，它是原来的这个送气变为不送气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2个知识点。那么第2个的话，啊、nya、na、ma。啊呀那嘛，对，啊呀那嘛这4个的时候，那么加上这个上加字的话，有原来的这个低调，我们读的时候是低调，对吧？低声调。那么如果加上这个上加字的话，就变成高声调了。好，一起来读一下第1个，让啊大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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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音变了，对吧？高调。好，再读一下，让啊大啊，让啊大啊，桑啊大啊，桑啊大啊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2个呀，呀。好，呀加上这个上加字，然呀大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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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呀大呀，三呀大呀。对，三呀大呀，三呀大呀。很好。那么再看一下第3个的话是那，好的，然那大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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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那大那。好，再看一下第2个，萨那大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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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再看一下俺呀那嘛，对吧？嘛，好，然嘛大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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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萨嘛大嘛，萨嘛大嘛，
萨玛达嘛，萨玛达嘛。好，那么这个俺念那么的话，原来的低调变成高调，这是第二个知识点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知识点的话，嘎加达巴扎，好，嘎加达巴扎，嘎加达巴扎。好，那么这个加上加字的时候，它的这个音就是不变的，不变声调。好，一起来读一下，拉嘎达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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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萨嘎达嘎。萨嘎达嘎，还是嘎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嘎，这个是不变调的。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的话是扎，拉扎达扎，拉扎达扎，对，然后大，萨达达大，萨达达大，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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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达达大。对，这个大的话，我们前面学过这个30个辅音字母时候已经说过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已经点过这个上加字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巴。萨巴达巴，萨巴达巴，萨巴达巴，萨巴达巴。好，拉巴达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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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巴，对不对？那么再看一下最后一个扎，嘎加达巴扎，对吧？好，拉扎达扎，拉扎达扎，拉加达加，拉加达加，嘎加达巴扎还是不变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第三个知识点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哈。我们学过这个哈哈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个的话也就是30个辅音字母里面的倒数第二个字，对吧？这个的话我们加上这个上加字拉的时候，它的音就是变为这个送气音。好，一起来读一下，拉哈达拉，拉哈达拉，哈拉哈拉。那么拉萨是拉萨，对，拉萨。拉萨，拉萨，拉萨。好，那么你读的时候特别标准，但是班上还是有很多同学他们的话，这个发不出这个音，拉，好的，好，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连读变音的话就学到这里。那剩下的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些单词，这些单词的话是特别的重要。我们平时学这个学一门语言的时候，它的词汇量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说这些单词是必须要记下来的。好，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来看一下。好，第一个是鼓。你现在能直读还是拼读？能拼读还是直读？都可以是吧？好的，挺好的。那么第一个是好的。第二个是尾巴。对，好。然后马我们已经学过的。大。好的。耳朵呢？对，好的。受伤了。对，好的，还有这个炒菜，对吧？炒呢？炒菜是哇，对。那么炒菜呢？菜我对吧？好，我今天炒了菜，对吧？提这念菜我为音，对不对？我好，然后是非常锐利，锐利呢？锐利是对，再看一下，可以加这个ra的。这个尖顶，笔尖尖顶呢 ？z，好，石头，多，好的，再看一下偷盗，偷东西，对，固啊，好的，还有这个瓦器，还有这个陶器，是咋嘛？对，咋嘛？好的，下一个是奶奶。摸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可以加这个上加字 ra 的这些单词。那么再看一下，下一个是可以加这个懒过的，对吧？第二个懒过的单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个是5，1、2、3、4、5的5数字。对，啷个大好，那么第二个是神，是拉哈大拉，好，再看一下看，对，拉达大大，好的，再看一下舌头，戒，对，戒，拉扎大家整不戒，
拉接大加整不接。好的，再看一下南，错错错，拉拉大拉那的错，拉哈大拉那鲁错，不是豁啊，错，错。好，那么山南呢？错卡，对，错卡，错卡，错卡。错卡。好，拉萨呢？刚刚已经学过，对，拉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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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还有这个现在，塔达，对，坦达，坦达，拉达达达，拉达达达，坦达，坦达。好的，还有这个腹部，肚子，多哇，多啊，对，拉达达达哪的多，多，多哇，多啊，多哇，多啊。好，还有这个牛粪呢？鸡蛙，对，一定要加这个上加字，拉加大加起个鸡，鸡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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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还有这个舌尖，我们学这个舌尖前、舌尖后的这个舌尖呢？接，对，拉加大加整不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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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，好，再看一下，重的，特别重的，对吧？这个东西，吉瓦，拉加大加起个鸡，拉加大加起个鸡，哇，吉瓦，好的。那么这以上的这些单词是可以加这个上下字揽过的，好的。那么再看一下下一个是三过，对吧？也就是上加字萨。好，这些单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是鼻子，那，萨那达那，好的。第二个是脖子，鸡，萨嘎达嘎整不给，萨嘎达嘎整不给，给。好的，再看一下斧头，大哩，好的，萨达达大，大，拉整不热，大哩，好，再看一下胡须，胡须是马拉，对，萨玛达马，拉，马拉，好的，再看一下毛，布，对，布，萨巴达巴西就布，布，好的，下一个是门，开门，对吧？萨嘎达嘎那鲁锅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就读错了，这不是萨嘎达，对不对？萨嘎达嘎那鲁锅，锅，好的，再看一下蛋，鸡蛋，广啊，对，广啊，萨嘎达嘎那鲁锅，广啊，好的，下一个是爷爷，波，对，波，萨巴达巴那鲁波，瓦那鲁窝，波，好的，下一个是鼻烟，那他，对，萨那达那，他，那他，好的，痣，好，这是咩哇，对，咩哇，萨玛达马整不咩，哇，咩哇，好的，再看一下院子，果然，对，果然，萨嘎达嘎那鲁果，让我苏拉，果然，好的，那么以上这些是这个可以加上加字萨的这些单词，那么剩下我们先看一下一些短句，就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是藏族学生，俺做普日，落出营，对，很好，俺做普日落差瓦营，对吧？或者说落差瓦和落出是同义词，好，俺做普日落出营。好，那么再看一下第二个，他们是汉族学生。空错九日落出营。空错九日落出日，对吧？这个后面这个判断动词的话，第二人称的时候要说日，对不对？空错普日落出日，对吧？好，第三人称后面是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，再看一下。我们去教室吧。俺做洛康南土着。俺做洛康南土着。好的，再看一下第四个句子，他们去看电影。空错，电影是六年。好，六年大碗轻松。空错六年大碗轻松。空错六年大碗轻松。
工作6年大娃轻松。好的，很好。那么再看一下第5个单词，第5个这个的话是图书馆，这个单词怎么说？图书馆，对，贝最康。贝最康。好，那么那是图书馆怎么说？대贝最康지。대贝最康지。대贝最康지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上加字的话就学到这里。好。